本人發言呢，就首先都係要感謝林哲玄議員啦，提出呢一個全面推動醫療融資改革、善用公私營醫療資源嘅呢個議案嘅，令到我哋呢係有機會可以深入咁樣討論啦，點樣可以進一步完善香港嘅醫療政策，確保我哋市民呢喺面對健康問題嘅時候呢，唔會因為沉重嘅醫療開支而感到無助嘅。咁我諗我哋香港咧，其實咧一路都我哋嘅醫療體系咧，都一路都係幾文明㗎啦。不過咧就即係好多年嚟咧，我哋嗰個醫療收費咧都係有啲隱憂嘅，因為咧我哋好多嘅市民唔同階層嘅市民，尤其係基層嘅市民啦，我哋亦都越嚟越多長者啦，同埋好多嘅慢性病嘅患者啦，咁佢哋對於我哋公營醫療嗰個依賴度咧係極高啊！咁所以我哋政府有任何喺醫療上邊嘅絲毫嘅改革咧，其實咧都會對佢哋對呢一個都會好敏感。咁即係分分鐘就係加重佢哋嘅生活壓力啦，甚至乎係健康狀況啦。咁所以我哋唔能夠忽視咧，就係我哋喺香港嘅公營醫療嘅系統，其實長期以嚟都係有住巨大嘅壓力啊！大家都成日都講噶啦，急症室要等幾耐啊，或者係醫護人手佢哋有幾短缺啊。咁公司營嗰個醫療發展咧，其實一路都係唔係太均勻嘅呢啲係長遠嘅一路好耐嘅問題嚟㗎啦，咁令到我哋其實好多市民喺求醫嘅時候都可能有啲焦慮。咁見到呢一啲狀況咧，我都非常之同意。其實我哋改革嗰個方向咧，必須要聚焦喺嗰個資源點樣分配、服務個效率同埋嗰個醫療負擔點樣攞到平衡，先至真正回應到我哋市民嗰個關切嘅。咁所以為咗保障市民嗰個醫療權益，我都好樂見啦，政府係持續咁樣推行一系列嘅醫療改革嘅措施，包括係優化公營醫療收費機制啦，確保我哋醫療嘅資源咧係可以合理咁樣分配。咁亦都引入咗能者共付呢一個原則，咁確保我哋財政資源咧可以持續咁樣去支持我哋公立醫院嘅運作。令到最有需要嘅市民咧係可以得到適切嘅支援嘅。同時間咧，費用減免機制亦都係有啲優化，擴展適用嘅範圍，令到更加多市民受惠，亦都減低咗家庭嘅醫療負擔嘅。咁公私營醫療機構嘅合作咧，其實非常之重要啦。咁透過一啲嘅加強嘅協作啦，亦都係有助於提升醫療資源運用嘅效率啦，同埋亦都係減少咗收費唔透明啊，又或者係醫療通脹呢啲問題。確實咧，令到啲市民咧，其實佢哋係獲得到即係負擔得起同埋高質素嘅一個醫療服務。咁我見到政府咧，其實都即係如果真係能夠而家好多唔同嘅措施能夠進一步去推動我哋推高我哋嘅私營醫療服務收費嘅透明度咧，相信可以令到我哋病人更加去精準咁樣掌握我哋醫療費用嘅資訊，避免因為資訊唔夠咧而承受額外嘅經濟壓力嘅。咁醫療改革咧，關乎到我哋全香港市民嘅非常切身嘅需要，所以政府希望政府咧都即係我知道局長一路都好努力啦，去設法去建立一個更加公平啦、更加可持續嘅醫療嘅體系，同埋咧更加透明嘅一個平台，令到我哋市民咧喺需要嘅時候唔會因為經濟而卻步去揾一個適切嘅治療嘅。所以本人咧係發言係支持呢一個議案，感謝主席。